做一档时代戏，我们不可能真的回到那个时代，所以我们必须要靠动画、靠视觉特效来重返那个年代，重建那个时代的时代氛围，像是新生训导处全貌的重建，以及海，以及当时绿岛的地景，像是山峰岩、碉堡，或者是后面的山景，从大的军舰到三板船，到绿岛的本岛，这都是在这部戏里面花了最多力气的地方。我是梦想动画的齐峰，那我在星空下的黑潮岛屿担任的是特效总监的职位。我觉得最困难大概是2大块，全片大约有1500多颗上下的镜头，我们需要还原新生训导处到非常 detail 的角落。我不仅是需要全景去看整个新生训导处，它必须要是成立的，包含他们到比较中近景的地方的时候，它也要有相当程度的细节。所以这个其实对于 CG 的制作来说，需要考量的层面会切到非常的细跟不一样。那第二个我觉得比较大的难题就会是，我们要怎么把观众给带进来之后，他没有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是做了1500多颗的镜头，这个是我们想要达到的方向。他们一开始从本岛，然后准备要登绿岛的时候的那一段过程，那又考量演员安全性的问题，它周围的环境都需要做一些更换。跟剧组这边的讨论会是，那有没有机会，我们是像少年拍这样，可以到造浪池的部分去做一些拍摄？我还是希望那个船身本身，它是可以有在海浪的动态的感觉。然后，如果可以在船身的周围都还有海水的话，因为像我觉得演员在演戏的时候也会比较进入那个状况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那个会对后面的效果会有大大的加分。那后来我们也是实际上可以到造浪池去拍，可是，一到造浪池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它其实范围很小。那我们怎么把它从一个看起来像比较深的游泳池、比较大的游泳池，变成是真的在海面上的这件事情？我一直到后来特效的同事把海水模拟出来，然后我们把军舰摆上去，把小船摆上去，我就知道对了。你总共最大的困难是？我觉得主要是那个动态，因为目前那个 AC 的部分我觉得还行。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碰到的困难，其实是汤哥有提出来那个挥斥的那个问题。在这个剧中，其实我们有一个蛮重要的角色，我们称他是另外一个主角，那就是我们的虎头蜂，黄腰虎头蜂。真正的黄腰虎头蜂其实大概有3.5公分到4公分的长度，那在里面其实代表着。主角是希望虎头蜂飞起来，就像是能够带着走，或是带在身边的一个希望。所以你会在剧里面看到虎头蜂的飞行，那么他们就必须去真的去拟真，到底虎头蜂是怎么样去震动翅膀的，那它的细节做到什么程度？对我在拍摄的时候，我其实是知道它长出来的时候应该会长得像这样子，因为我是真实有到绿岛去看过的人，然后我也看过很多实时照片。所以我大概可以去想象出来说，它或许会长什么样子。那我觉得对我而言，个人最冲击的是梦想做出来的东西 ，exactly 就跟我想象的是一模一样。那但是每个人对于历史的理解可能不同，可是他们做出来的东西跟我所理解出来的历史其实是接近，甚至是更真实。它都是非常朴实无华的老古石的建筑，然后蓝天白云，一座山。非常非常平实的东西，但那个东西就是绿岛当时的样貌，这是我觉得非常惊喜的地方。